咱即摆看到这就是咱的通草，吼，咱若讲国语哦，迄个草不是草，但是用台语就讲草唔是草，吼，所以是一款树啊。啊，伊上重要是咱要对伊的中央的一个心，甲取出来了后，来做纸，吼。但是这个历史呢，大约到咱这清朝的时阵吼，在有170几年的历史，拄这英国人来咱台湾有发现这个通草的这个。物件，这就是咱这个植物甲破病的时阵，咱会使看到这个所在。所以咧，咱原住民甲种出来了后呢，甲取了后，用通脱的部分，要安怎变成纸吼？来，咱来看影片吼，就是这个芯取出来了后呢，咱就用刀甲流叫做写吼，那写甲写做纸，都做薄吼，咱嘿对，伊速度足紧的呢，足紧，就是。咱咧看就是这支，对，啊写做皮，两个这支啊为下骹安尼啊薄安尼，你甲练落，你甲练落，写出来就是米纸，真薄。嘿，所以咱英国人吼无了解的时阵吼，就是这是米做的，吼，所以应该号名叫做米纸。但是呢，这是环保的，吼，甲咱这个金纸、手抄的纸无共款。